耶穌寶血女修會嘅神恩，係喺福傳嘅生活同埋使命上邊，彰顯十字架上耶穌嘅犧牲同埋修和精神。我哋修女切願喺本會神恩嘅啟發當中，同各位兄弟姊妹分享我哋嘅靈修反省，同埋對聖言嘅默思，盼望能夠同大家共沾基督恩澤嘅活水泉源。